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又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2堂。上堂我哋講咗 Marketing 6.0沉浸式入門，希望大家已經評估咗自己網店，列出適合加 AR 嘅產品。今日第2堂我哋深入一步，元宇宙加虛擬試戴基礎，用 Waymark Lim 同 Yogesh KD Wifty 學者理論，教香港時裝美妝網店實戰應用。Waymark Lim 喺2025年研究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 of Metaverse Marketing， 講元宇宙營銷嘅亮面、機會同暗面挑戰。亮面包括沉浸式體驗、品牌互動同新商業模式；暗面有隱私風險、成癮同倫理問題。Yogesh KD Wifty 等學者提出 Metaverse Engagement Model， 強調參與度嚟自沉浸、互動同埋自擴展。元宇宙唔再係純 VR 遊戲，而係物理加數字融合，適合香港網店減退貨率，提升顧客參與。2025到2026年，香港電商市場預計超過260億美元，約港紙2030億，增長率10%以上，主要靠手機購物同 Z 世代。時裝、美妝類退貨率高達30%到40%，因為顧客擔心 size 同效果。虛擬試戴 Virtual Try-on 用 AR 讓顧客即時試穿試裝，減退貨增轉化。香港消費者95%上網、手機購物主導，元宇宙從 AR 起步最實際。全球虛擬試戴市場2025年達68.6億美元，預計2032年達240億美元。Shopify AR 工具俾顧客手機試衣試裝，轉化率升20%到40%，退貨減30%。屈臣氏 Watsons 用 AR 試裝加皮膚診斷，2025年銷售增19%。國際品牌如 Sephora Virtual Artist 同 Nike AR 試鞋，顧客參與度升2到3倍。香港中小網店一樣做到，特別時裝、美妝、飾物類。其實操作步驟好簡單，香港中小企低成本起步。1. 用 Shopify App Store 搜尋虛擬試戴插件，例如 Camuera、Banuba、Mira 或者 Eleva， 大多支援眼鏡、衫、化妝品。2. 安裝插件，幾分鐘搞掂，無需寫曲。3. 上載產品圖片或者 3D 模型，插件有教學。4. 加 AR 濾鏡，俾顧客用手機即時試戴試穿。預算初階港紙0到2萬，基本插件加簡單設定，適合時裝美妝網店減退貨率。從2025年至2026年報告中顯示，虛擬試戴平均減退貨30%，轉化率升20%到40%，ROI 高達200到400%。香港網店加 AR 以後，顧客停留時間長，忠誠度高。記住 Lim 學者提醒，要透明披露 AR 使用，避免暗面倫理問題。2026年香港時裝美妝網店元宇宙從虛擬試戴起步，借 Lim 同 Wifty 理論，創造沉浸參與。下堂講 AI 數據個人化。喺 Shopify App Store 試下1到2個虛擬試戴插件，揀一個適合你網店產品，計劃點加，例如試裝或者試衣，做完留言分享。多謝收睇第2堂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頻道，下堂見，拜拜。